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現在我哋奉主嘅名舉行蔡秀梅姊妹嘅安息禮拜。請弟姊妹就座，我哋唱一首詩歌，當轉眼仰望耶穌。雖然秀梅離開咗我哋，但係知道上帝依然喺我哋嘅當中。現在我哋請陳慧玲牧師有祈禱。創造萬物嘅父上帝，你係美好，你藉住愛主耶穌賜下咗俾我哋有救恩，你又為世人去得到救贖，並且去恩臨俾咗撒梅姊妹去得着救恩，喺愛中裏邊成長。又為到撒梅姊妹去同得新弟兄建立幸福嘅家庭，喺大家庭上，上主你俾佢有大小事情，佢都睇到你嘅恩惠同埋你嘅慈愛隨住佢。喺呢個時候，我哋親愛嘅同在嘅主耶穌，你真係美好，因為你係永恆嘅家鄉，永生嘅居所。當撒梅姊妹佢知道自己係患有頑疾嘅時候，佢肉體雖然佢係受住苦楚，因為你額外嘅痛愛同埋同在，佢唔懼怕，佢亦剛強，佢有力接受任何嘅醫治，佢微笑向住佢嘅四周同埋佢嘅家人，因為佢知道佢與你係越嚟越親近，直至到完全佢係釋去勞苦，安息喺你嘅懷裏嘅時候。佢知道呢個就係一個有福無比，佢係咁欣然見主你。聖靈啊，你係安慰嘅好慰師。我哋今日祈求聖靈去繼續去帶領得生同埋生活嘅家人，無論喺香港或者喺海外，我哋都係祈求聖靈你充滿呢個會場，讓我哋每一位都得着你自己安慰同埋堅固我哋嘅信心。我哋真係好似撒梅姊妹一生一樣，親住白雲去當作主公，我哋能夠去睇見你嘅榮耀。我哋咁樣誠心嘅禱告，我哋奉耶穌嘅聖名。接落嚟，我哋會讀一段嘅聖經，係詩篇23篇。我哋請呂慶堂牧師為我哋讀經。恭讀詩篇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願上主嘅話語安慰我哋。接落嚟元朗生命堂同埋錦上生命堂嘅詩班有首詩歌主是安息港嚟作為獻詩嘅，就請詩班。一首好好嘅詩歌，主是安息港，講到人生一路嘅，好似一艘船嘅航行，最後去到主嘅裏邊咧，得到安息。現在落嚟，我哋請馬靈希長老為我哋讀出秀梅嘅一個生平，請馬長老。蔡秀梅姊妹，新加坡籍，出生於1954年10月18日，因癌病沒於2012年2月29日，享年57歲。秀梅姊妹自幼歸主，與徐德生弟兄相識於新加坡。結婚之後，隨夫到處奔波，至近年始安居於香港。育有4子女，繼有長女思嘉、次女欣惠、長子銘謙、次子銘賢，可算得係果實豐盈。秀梅姊妹秀外慧中，待人接物，信主甚篤，常以子女嘅靈性長進事為念。今秀梅姊妹睡了，息了地上嘅勞苦，家人都安心，因知道她先行，隨後大家總會係天家相聚。感謝主，因着他，家人生活得更燦爛，
肢體相交得更窩心，主得榮耀。岑日家人都準備呢段嘅影片，咁係俾我哋更加立體嘅認識生活。並說世界愛無長路，哪裏會有愛無盡頭？沉重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而我卻確信愛是行動。到了你已無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分量。愛盡見於此處的手，汗血在流，反映愛無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喺錦上生命堂，每一個人都係咁樣稱呼秀梅姊妹，就係呢一個緣故，大家都好似一家人，感覺到非常之親切，非常之溫暖。大嫂好錫弟兄姊妹，佢成日都用最好嘅材料整俾大家食。佢話過，整嘢俾自己人食係要用最好嘅，要用最新鮮嘅材料先至得。其中佢嘅炸雞翼、咖喱雞，用韓國整嘅馬蹄糕，我相信不少人都嘗過，而且依家都回味無窮。大嫂人如其名，俾我哋嘅感覺就好似佢嘅名一樣，秀外慧中，學會傲雪。秀外慧中係因為大嫂佢外表好清秀、好脫俗、好靚。如果唔係，都唔會令我哋嘅德新哥喺新加坡千里迢迢去追佢翻嚟，讓大嫂成為過埠新娘。慧中就係大嫂內在嘅聰慧，
詩人話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大嫂早喺73年已經悔改歸主，就係佢19歲嘅嗰一年已經接受洗禮。至於寒梅傲雪，係因為當大嫂同癌病搏鬥嘅時候，佢就好似寒冬裏邊嘅梅花一樣，傲然面對困境。越冷，佢就越堅定，絕對唔會放棄，亦都唔會喺人面前嘅屈辱。每一日，大嫂就係咁樣努力嘅支持住、撐住。可惜呢一支梅花實在太攰，佢而家睡着了。喺醫院最後嗰段日子，知道大嫂一直喺度叫住話要返屋企。而家確實，大嫂真係返咗屋企。呢個家唔係無因緣，亦都唔係新加坡，而係佢喺主嘅懷裏。大嫂已經返到去天父嘅懷裏。喺呢個永恆嘅家裏面，但係大家可以放心，主應許過喺嗰度不再饑，不再渴，日頭同埋炎熱亦都唔能夠再傷害佢，因為寶座中嘅羔羊必牧養他，領他到生命嘅水嘅泉源，上帝必擦去他一切嘅眼淚。就好似詩篇嗰度講，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對於信主嘅人嚟講，死亡並唔係一個結局，而係一個開始，就係展開一個更榮美嘅生命。因此死亡並冇將門去閂上，而係開啟咗呢個永生嘅門。各位敬愛大嫂、敬愛秀梅姊妹，當中唔捨得佢嘅親友、弟兄姊妹，特別佢所愛嘅家人，我哋今日似乎失去咗呢一位咁好嘅姊妹。其實佢仍然活喺我哋嘅當中，喺我哋嘅心裏。仲記得大嫂曾經幫助教會去製造聖壇上面嘅旗幟，感謝生命堂嘅旗幟。我記得佢好用心去做。曾經我記得喺聖誕節嗰個旗幟嗰度有一朵花係紅色一粒。佢揾咗好耐，每一次查經班佢翻咗嚟2次，佢話配對唔係呢一隻唔好，個大細唔好。佢好認真嘅去做每一塊嘅旗幟，所有嘅旗幟都係大嫂親手做嘅。所以我哋緊記，當我哋每次一齊崇拜嘅時候，相信大嫂都同我哋一齊敬拜讚美緊天上嘅上帝。主耶穌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呢個係耶穌基督對每一位信主嘅人嘅應許承諾，亦都係我哋每一位基督徒對生命嘅盼望同埋把握。各位，今日我哋要識別大嫂。喺世人看來，秀梅姊妹喺世上結束咗生命，但係喺主嘅裏面，佢卻係擁有永遠嘅生命，享受住天國嘅福樂，與主同在。
因為佢而家正喺耶和華嘅殿中，有主嘅恩惠慈愛隨住佢。喺物質上，瘦毛姊妹嘅軀體將會火化，將會朽壞。但係天國裏邊，佢將會有新嘅生命，擁有一個更加榮耀嘅形體。喺世間上，瘦毛姊妹已經失去咗一切嘅勞苦疾病，世上嘅一切痛苦、一切嘅治療、一切嘅憂愁，都唔能夠再打擾佢，因為佢已經喺天國嘅當中冇勞苦冇眼淚。至於佢家庭嘅當中，瘦毛姊妹已經離別咗佢所愛嘅家人同埋親友。佢哋曾經每一日嘅相見，一齊嘅生活，一齊嘅打招呼，一齊嘅遊遊，一齊嘅整過節嘅食物。從今以後，大家唔再相見，心情上總會難過。但係喺主裏邊嘅人，總會有一日會喺天家再相見。所以對一般人嚟講，喪禮都係傷心，因為佢代表咗分離同埋永別。但係對於我哋每一位信主嘅人嚟講，喪禮只係一個惜別會，好讓我哋去追念、去思想呢位姊妹喺我哋當中嘅點點滴滴。我以前服侍嘅時候，曾經有一位好年長嘅同工，佢成日同我講呢個故事，我好深刻。喺呢度，今日我好想最後用一個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話到某一個地方有一位基督徒，佢不幸遇咗意外，受咗重傷，送咗去醫院。醫生話佢好危殆啦，快啲叫佢嘅屋企人嚟到醫院同佢去話別。呢個人有4個嘅兒女，一個一個嘅按照次序去到床邊同佢嘅父親告別。當大嘅嚟咗之後，佢就將第2個兒子跳過，故意嘅跳過。首先就叫阿老3去到當中，然後老4一一嘅同佢講安慰嘅説話，一嘅同佢講再見。到最後，佢再去叫阿老二嚟到，同佢講：我哋從今之後永別。喺呢個時候，老二非常之傷心，佢緊握住父親嘅手，佢話：爸爸媽媽，點解你會同其他嘅兄弟姊妹講再見，而你就唔再願意去見我，同我講永別咧？佢爸爸話：家裏邊所有嘅人都已經相信基督，喺教會裏邊成長，總有一日我哋會喺天家度再相見。可惜你就好似浪子一樣，一直嘅離開，不冷不熱。我恐怕以後再冇機會同你再相見。之後呢個人傷心嘅就睡了。大嫂嘅個性平易近人，好多事佢唔會執着，好多嘅事情佢唔會計較，佢從來唔會苛求啲乜嘢。唯一嘅，佢對信仰非常堅持。我相信作為一位母親，佢亦都成日都同我哋講，佢常常為佢嘅仔女祈禱。容讓我大嫂就代你去講句説俾你説話。私家因為阿謙媽媽時時嘅擔心你哋嘅工作，你哋嘅生活，佢更加緊張你哋喺主裏邊嘅信心。佢盼望嘅就喺主裏邊，喺教會裏邊，你哋能夠健康嘅成長。
求主憐憫應允婦人嘅祈禱，讓我哋每一個都能夠喺天家裏邊再相見，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昔在、今在、永遠常在嘅全能父上帝。喺生命嘅當中，我哋都認為過往嘅歷史都會留下我哋嘅足跡。跟住落嚟有一首嘅詩歌足印，會話俾我哋聽，除咗有我哋嘅腳印之外，亦有上主一路喺當中與我哋同行嘅腳印。嚟唱呢首詩歌足印。現在我哋都有一段靜默嘅時間。各位弟兄姊妹、各位親友，我哋今日從秀梅姊妹嘅身上睇到一個千古不變嘅真理，就係人有一生，亦有一死。秀梅姊妹俾我哋先經歷死亡，去到永遠休息嘅場所。從今之後，世間黑暗嘅權勢唔能夠壓迫佢，人世間嘅痛苦亦唔能夠煩擾佢，佢經已喺上帝嘅懷裏邊得到安息。我哋唔能夠再睇到秀梅姊妹嘅軀體，喺人情上面難免係有悲傷，但係我哋要認清一個嘅事實，總有一日，我哋信主嘅人都要經過秀梅所經歷嘅路程，最後喺天家裏面與佢團聚。人生人死呢一個事實，正係表證咗上帝嘅能力，指引世人去追求永恆嘅實在，就係要歸順主耶穌基督。我哋一齊用主耶穌所教導嘅禱文，我哋去祈禱。我們在天上嘅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
我們只要時間夠我哋嘅喜樂，因為國度、權柄、榮耀是你，直到永遠。阿們。各位請坐。今日嚟到當中嘅都係我好熟悉嘅親友，所以我當係朋友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歌，係收尾同我好中意嘅歌。有印象嘅係第一次，我哋結婚嘅時候喺新加坡教會，係佢同埋我唱俾大家聽嘅。嗰次唱係好開心。第二次唱係上個禮拜。我細佬同我唱俾收回聽，有個朋友好奇怪問我：點解咁你都唱得出歌嘅？佢明白。今日我希望你哋都明白，因為啲歌詞咁講啦，佢溫暖春天，我哋固然是的感謝神，但係凄涼嘅秋景，同樣我哋都應該感謝神。今日對我同我屋企人講，係一個凄涼嘅日子，但係我依然要感謝上帝。收門呢次去咧，將我哋家庭成員嘅關係拉近好多，大家手上嗰啲嘅程序表啊、video 啊、各樣擺設啊，我冇揾人㗎，都係屋企人做。收門雖然係安息咗，但佢帶俾我哋係好多。正如個花牌嗰度咁講，佢安息咗。但係佢嘅果效，佢係雙重嘅，特別感上嘅肢體都可以深深體會到，佢的確係會喺我哋當中。所以傷痛唔能夠掩蓋我哋歌聲。今日收門唔能夠陪我唱，唔緊要。留低4個子女，我女婿、我孫女，同埋每一年一大班，我哋一齊唱。無論咩光景，我都感謝上帝。所以呢首歌會係獻俾大家，會獻俾收門，今日獻俾我在天上嘅父，感謝神。
領受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好感謝神，上帝不斷祝福我哋，亦都好感謝神。喺媽咪離開短短唔夠嘅10日，藉住神豐富嘅預備，為我哋安排咗咁嘅路途舉行呢個追思禮拜，亦都好感謝神。當爹哋邀請同工主禮嘅時候，佢哋都毫不猶豫咁樣承諾落嚟。佢哋包括容寶老師、呂慶彤老師、羅雪文老師、陳偉明牧師、謝雪婷牧師、董文柏教師、信義會監督陳堅麗牧師同埋馬榮希總，我好感激佢哋，亦都願主報答佢哋嘅愛心。好感謝神，原本今日係好開心嘅家庭日，但係因為你哋嘅愛心，都選擇出席呢個咁傷感嘅追思會，我哋一家都非常之感激，更加為神俾咗你哋呢一份仁愛嘅心而高興。而當中包括咗母堂、元朗生命堂、錦上生命堂、總會同埋其他堂會嘅肢體，吳家村嘅鄉親、爹哋嘅同事、朋友，同埋所有嚟到嘅親朋戚友，你哋嘅動情厚誼，媽咪係知道嘅，亦都求主保佑你。散會之後，我哋就安排咗2部嘅旅遊巴會上山，去到大圍富山舉行火葬儀式。之後旅遊巴就會送大家返嚟元朗嘅，估計前後大概個鐘。如果參加嘅人，麻煩一陣間散會之後立即到大門口上車。如果唔參加嘅，我哋就喺呢度話別。最後，我都好想俾大家知道，媽咪其實走得係好安心嘅，我哋家庭成員亦都好安心，而且關係亦都拉近咗好多。深知道無論喺乜嘢嘅環境裏邊，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好多謝你哋。願恩主同樣咁樣祝福你哋。
「
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每一天我裡面驚惶，為何坐於漆黑唱歌？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人生好比變幻天氣，天空不會天天有豔陽，海不是天天沒有巨浪，為何忘記你的恩典何等豐盛？